大家好，我係陳彩文老師，我係陳浩如老師。今日我哋喺校園電視台會介紹中國樂器。之前嘅影片入邊都介紹咗中國樂器。中國樂器會分為4大類，分別係吹管樂器、彈撥樂器、拉弦樂器同埋敲擊樂器。而我哋今次主要會介紹當中嘅敲擊樂器。中國嘅敲擊樂器係指由敲擊而發音嘅樂器，佢哋係按材質分為3大類。第一類係金屬類，第二類係竹木類，第3類係皮革類。首先介紹金屬類嘅鑼同埋鈸。鑼嘅演奏方法用紮棉布嘅球形錘敲擊，而音色雄壯宏亮。而家我哋一齊聽下鑼嘅音色。鈸嘅演奏方法係用雙手各持一片鈸，直接碰擊，而音色響亮悠長。而家我哋一齊聽下鈸嘅音色。跟住我哋認識竹木類嘅拍板同埋木魚。拍板嘅演奏方法係用手拍擊或者搖動，令木板碰撞。佢嘅音色係清脆短促。而家我哋一齊聽下拍板嘅音色。木魚嘅演奏方法係手持木錘敲擊，音色空洞短促。而家我哋一齊聽下木魚嘅音色。最後我哋一齊認識皮革類嘅大鼓同埋排鼓。大鼓嘅演奏方法係兩手各持一支木錘敲擊鼓皮，而佢嘅音色渾厚低沉。我哋而家一齊聽下大鼓嘅音色。排鼓嘅演奏方法同大鼓一樣，通常係3至5個一組，音色高音清脆，低音厚實。而家我哋一齊聽下排鼓嘅音色。以上嘅介紹全部都係關於中國嘅敲擊樂器。如果同學對於今日呢一個課題想有更深入嘅認識嘅話，可以自行去到網上查閱更加多相關嘅資訊㗎。今日我哋校園電視台嘅廣播嚟到呢一度啦，再見。